是深爱丈夫的女子，谁愿意看着自己深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恩爱生子啊？虽然皇后坏事做尽，但她却是第二个最爱皇上的女人，而另一个恋爱脑的华妃也曾如此绝望过。皇上，你害得侍郎好苦啊！不知是皇上可怜，还是两个女人可悲。他们深爱的老四竟对偏科的甄嬛专情，却唯独没有将雨露均沾到他们身上，以至于发生了得不到就毁掉的惨剧。你就不怕报应？他要来索命，尽管来索呀！你们两口子说话真是不怕闪着腰。老四，难道你就不怕报应？老八和老九可是你的亲兄弟。再说皇后，你若不怕，何必天天做噩梦？所以你们半斤八两，正好是一对。而起因则是甄嬛利用滑胎陷害皇后，因此皇后的宫女为了给主子报仇，就想着毒害甄嬛的六皇子，结果不仅没有得偿所愿，还直接害死果郡王的嫡福晋。而宫女本以为只要自己硬扛，就可以一个人承担所有罪行，很显然，她过于乐观的想法简直愚蠢。谁不知道，她代表的是皇后宜修。虽然宫女嘴硬不肯出卖主子，但太监江福海却很快承认所有罪行。纯元皇后的死因与皇后有关。大胆！此刻，皇上不敢相信，纯洁的皇后怎会害死他的亲姐姐？为了求证，皇上就想让皇后亲口承认。可谁知皇后一上来就开始指责老四，声称自己所有罪责都是因皇上而起。当初皇上承诺立臣妾为嫡福晋，可结果姐姐却成了正室夫人。更可恨的是，姐姐怀孕后，皇上居然改立她的孩子当太子。然而臣妾的孩子染上重疾却不管不问，甚至夭折后你都未曾现身给孩子超度，而是陪着怀孕的姐姐吟诗作对。从那以后，臣妾就开始记恨起姐姐，因为就是她的孩子克死臣妾的孩子，所以我绝不允许他们母子留在人世。是朕执意要娶纯元，是朕执意要立他为福晋，是朕与他有了孩子，你为什么不恨朕？臣妾多想恨你啊，臣妾做不到啊！正常的女人岂能容忍和他人分享丈夫？皇上对皇后的谬论感到不可思议，为什么同是姐妹可信仰却天差地别？既然皇后死不悔改，那么休怪朕的无情。就在皇上准备要废后的时候，突然一名老宫女来到大殿，并带着太后的遗诏劝解皇上，为了江山社稷，切不可轻易废后。其实太后并不是想要保住宜修，而是为了乌拉那拉氏一族的荣耀，一旦失去后位，娘家必定遭遇迫害。毕竟其他贵族早对后位垂涎3尺，弄不好就会引发夺嫡之乱的祸端。因此，当皇上硬要废掉皇后时，宫女更是搬出太后临终的话劝皇上。皇上厌弃皇后，连名字都不愿意称呼，口口声声称乌拉那拉氏。可是太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的亲眷？连皇上身上也流着乌拉那拉氏的血。太后遗命，皇后若有大不敬之罪，皇帝须谨记，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。想到这里，皇上最终选择了服从，只能把皇后囚禁在景仁宫。不过从此以后，两人将永不相见，而这种惩罚比斩立决更为致命。毕竟时间和内心双重的煎熬可以让人崩溃。然而皇后的事刚让皇上冷静下来，没想到甄嬛和果郡王的私情又让老四感叹：怎么到处都是草原绿？你的胆子倒是大得很，敢和皇帝的亲弟弟私通，你就不怕我将当年之事告诉你们皇